都散了，都散了吧啊！太子殿下，咱们也好些日子未见了，那就请移步正厅，陪我这个老人家叙叙家常吧。宝贝儿，你说母亲大人把太子留下来是因为什么事儿？刚才人多嘴杂，现在前后都没人了，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呗。说清楚点。娘娘，我听人说，20年前张家太祖还没有去世的时候，那时候张家的叔伯兄弟们都还没有分家，咱们夫人呀，作为长子媳妇，主管家里的一切大小事务。有一个叔伯纳了一个上门女婿，谁知道这个女婿却背地里和侍女私通，被咱们夫人发现了，就按家规处死了。死了？可不是嘛。好歹现在我也是个衣食无忧、吃皇粮的人，齐胜要是死在张家，那我岂不是要给他殉葬？宝贝儿，饭我先不吃了啊！娘娘，不要，千万不要！齐胜你可不能死啊！我可不想给你殉葬了！不要！王胖，不要！王胖，你做什么？母亲，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张婆婆，你又搞什么名堂？不用急着谢我。太子殿下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我刚才跟您说的话，请您放在心上。您放心，您说的事我会尽快办成。